樂齡樂活100分係一個配合本機構資訊科技結合機構發展嘅服務。呢個計劃嘅理念係希望透過樂齡科技去提升長者嘅活動能力同應用資訊科技嘅能力，從而促進精神健康。本計劃係一個恆常服務，由2022年2月1日展開，總資金合共約423萬。我哋利用智能床邊管理系統嘅紅外線感應器，根據每位長者嘅需要而去調校觀察時段、動作、反應時間等等，解決長者自行除脫裝置等一般防跌系統嘅問題。同時系統亦可監察長者體溫，讓照顧人員能夠及時察覺。我哋透過智能復康室嘅電子化系統取代人手記錄，令記錄井然有序，減少同事嘅工作量之餘，令運動流程更順暢。透過系統大數據分析，掌握院友運動進度及復康器材使用情況，從而提升訓練成效。我哋利用聽盧多元化互動運動及復康訓練系統，評估長者嘅跌倒風險。透過治療師度身訂造嘅防跌運動及體感遊戲，有效地預防長者跌倒。GoPod 活動式認知訓練系統可以讓治療師為長者制定個人化訓練計劃，提升訓練樂趣同成效。我哋亦將精神健康小測驗編入系統，方便識別需要特別關注嘅長者。而長者應用資訊科技小組則教授長者使用智能裝置。我哋收集到嘅數據顯示，長者懂得應用資訊科技，能有助提升精神健康。沉浸式虛擬實境訓練系統，讓長者喺院舍都可以體驗虛擬實境嘅感覺。佢內置嘅風景同遊戲，令長者非常投入訓練。而歐咪投影互動訓練系統，讓治療師可以製作唔同主題嘅遊戲，令長者能夠有趣地進行認知及復康訓練。本計劃透過創新科技，改善院舍長者嘅身心健康，令長者喺身體同心靈上都得到全人照顧，生活更自主自信，達至以人為本嘅目標。